啊，超可爱的，像你平常在拆文具这样，超方便的。拆开喽！哦，这我妈一定爱的刀包啊，它是有官方授权的哦。哦，这好可爱哦，睡觉好可爱哦。睡觉米菲兔。啊，少女心爆发了。这个蓝叫做音乐时光，然后它是属于质感的那种雾面的草绿色，有这种童趣感，好可爱哦。爸爸妈妈跟小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我是 Kyrie。社群上的粉丝都知道我是处女座，极度洁癖的处女座。就是干湿分离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我是那种每天都要扫地拖地的人。你不喜欢脚上的灰尘？对，然后我也不喜欢脚上黏黏的感觉，在家里的时候脚上一定要保持干燥，所以无论是在厨房，或者是在浴室，然后或者是在房间门口，我们家都会充满着地垫。因为台湾的气候其实很潮湿嘛，所以如果是在房间的地毯，我就会选那种短毛，然后好清理。然后如果是在厨房或厕所，那就更重要，因为会有水汽产生，有更多的脏污或是灰尘或是油污。我自从知道硅藻土地垫是一个吸水力很好的产品之后，我就很着迷。你有看到我这边超多，一共上这个超好用的软式的硅藻土地垫，超方便，可以被卷成一卷一卷的，超收纳。对，而且它算是轻的，台湾制的硅藻土地垫。对，我只要看到是 MIT 的产品，我一定会先支持一步。品质比较有保证。对，而且就是要支持台湾啊，对不对？这硅藻土地垫它超可爱的哦，它是米菲兔的，它是米菲兔的哦，官方授权的。对，官方授权的，超可爱。这个也好可爱哦，这绿色好看哦。哎，这绿色是可爱的绿哦。这好可爱哦，你看这个，睡觉好可爱哦。睡觉米菲兔。这是好睡觉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两个粉是不太一样的。其实我在选地垫的时候，有用过3种。对，这一个是硬式的硅藻土，清洁比较麻烦，对，拿也很麻烦，收纳也麻烦，对，也比较不直滑，要垫一个直滑垫。我们有买过软式的硅藻土，然后我们有买过绒毛型的，踏出来会觉得很舒服，踏了很久之后脚上还是很湿。对，也是有些是那种天鹅绒材质啊，比较细软毛那种材质啊，都有，各种都尝试过。我也是个算是地垫的小达人，各种达人。使用2个礼拜清洁一次，用湿抹布或湿纸巾都可以。湿抹布擦完就离地风干，3到5天就可以咯。我们都把它挂起来，超方便。我们实际使用了2个礼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吸水效果还不错。实测出来结果就真的蛮好的，因为之前很常有遇到，就是例如说你洗完澡，然后洗完澡，然后再换我洗澡的时候，已经踏下去没有什么吸水感，洗不了水了。对，结果我这次出来踏，然后脚一下就干了，其实还蛮瞬间的。对，它会印一个你的脚痕在上面，就很明显你知道它在吸水。那止滑呢？止滑算很好，因为我底下完全没有垫止滑垫的情况，然后结果发现止滑蛮好的，止滑蛮好的，就底下完全没有垫止滑哦。也没有滑，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或小孩，更需要这种硅藻土地垫。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购买的。我也很推荐哦。对，因为它算是颜值高，有台湾制造，有台湾专利，有保证，然后又有各种的检验无毒，环保标章，然后重点是它又有正版 IP 授权，不会藏灰尘细菌。对，然后止滑，好清洁。我已经数到报第几个了。还蛮多优点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厚度很刚好，它可以放在那个门下面，连拉门都可以直接拉。其实拉门算是比较容易卡住的。我们那时候实测的时候还想说要不要选拉门，会不会卡住？所以是真的有实测到。我觉得它踏起来是那种温暖的感觉，我觉得它起来很舒服。对，是舒服的，而且它真的太可爱了，我会每天都想要去踩它一下。刚好过年，然后大家就是会开始打扫家里，就替家里换一些新的居家用品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要换的。那我们这次的米菲兔硅藻土地垫开箱就到这里啦。推荐指数2个人都是5颗星，而且录这个结尾就现在打给我妈，对我妈就说啊你还有没有再拿一块回来？就连长辈都很喜欢。那我们这一集开箱就到这里喽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